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男賭客日前喺賭台搏殺個幾鐘後，先發現自己斜孭袋同埋袋內嘅15萬元籌碼俾人偷走，報警求助。司警經調查，迅速拘捕一名涉案香港婦人，揭發佢趁男賭客專注搏殺之際，用外套作掩護偷走斜孭袋。案情話，男賭客12月7號凌晨約1點喺某娛樂場玩耍，期間將一個斜孭袋放喺凳底，袋裡面有3個各值5萬港元嘅籌碼。隨後涉案婦人趁男賭客搏殺嘅時候，從背囊取出一件外套遮掩，偷走斜孭袋，隨即離開賭場至凌晨3點幾。男賭客先發現斜孭袋不翼而飛，報警求助。司警接報之後隨即調查，喺1小時內喺娛樂場附近拘捕涉案香港婦人，喺佢身上起返3個籌碼。至於斜孭袋，則喺娛樂場周邊被發現。涉案港婦姓李，52歲，報稱侍應，被捕之後拒絕合作。司警已經落案控以加重盜竊罪，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。